係咁啊，大家好啦。咁啊，今日想做個測試，咁一直都有人問，即係究竟gas 我哋日常用緊嘅12 kilo gas 個 performance 係點樣，個性能係點樣？即係比如入一次氣咁樣打到幾多發子彈啊，或者入一次氣一排子彈嗰個槍嗰個出力讀數個表現會係點樣？咁啊，今日有幾隻 gas 去做比較嘅，咁啊，即係大家轉頭可以睇到個結果。咁啊今日係我哋嘅測試槍咧就係VFC，咁啊呢支基本上係原裝槍嚟嘅 VFC 嘅Glock 17Gen 5Version 2嚟嘅，呢個 Version 2嚟嘅，咁所以有啲同之前嘅即係版本有少少唔同。咁但係裡面除咗我呢支係除咗換咗個內槍管同個殼膠之外咧，就冇做過改動，原裝槍嚟嘅。咁可以試到嗰個效果。係咁而測試嗰個材料啊，今日就係用呢個包括RWA BB 彈啦，6mm BB 彈啦。咁就極氣12 kg，恐龍12 kg 冇油，Angry Gas 同埋 RWA 嘅12 kg Green Gas。我試下咁樣擺。吉嘅膽格255，清楚係啦。gram 其實差唔多。gram 係啦。係啊，冇理由40幾㗎嘛。gram。即係而家空彈夾咧就255 gram 到啦。試下。係啦，啱數。試下，再試下。好，再試。255 gram。係，再試多次。係啦，我哋試邊 gas 入去啦，入氣啦。睇下我哋再磅出嚟幾多。264.3 10 gram 10 gram gas 10 gram gas OK。威靈先，而家幾多 gram 咧？清空嘅呢隻彈夾都係255 gram 啦，咁未有 gas 嘅，未有 gas。咁就另外呢個我哋今次呢堂就測試呢個。263，差唔多都係10 gram 嘅喺裏面。8 gram 到啦，而家係咪？係啦，差唔多。即係呢個磅單位嘅話，可以試多隻。好嘛？好。第三隻夾啦，我哋試第三支氣先。第三隻夾咁都係冇gas喺裏面嘅。咁個彈夾底構型有啲唔同啦，咁可能會重少少嘅，睇下。重咗幾 gram？頭先嗰個25喎，而家重咗係8 gram。重咗少少啊。263。再磅多次。263。當佢263啦。好。咁就我哋試恐龍啦，冇油。咁注意翻呢個 gas 冇油啦，咁個配方可能唔同，即係其他 gas 有啲唔同。咁可以睇一睇一陣嗰個即係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呢個271頭先263，即係而家係講緊有8 gram 嘅氣入邊。左邊數佢咧1、2、3隻夾，咁我哋分別有唔同嘅氣。我哋用幾多支啊？今次用3支。3支 ，OK。3支去做測試。好，咁而家我哋不如試 RWA 嗰隻 gas 先啦，嗰隻夾，好嘛？好，咁都即係多啲數據啦，咁就度一度嗰個彈夾表面嗰個溫度。係咁睇一睇個彈夾嗰個表面溫度啦，咁就而家呢個第一隻啦，呢隻 RWA 而家係32度，係啦。咁試下 Angry Gas 31度。係咯。因為今日戶外咯，咁就比較熱嘅。好。咁插上槍之前再度一度呢個。31.5度。咁就做咗個測速先。係0.3。而家係0.3 gram BB 彈，
係咁就大概喺一租0.9租之間徘徊。跟住咧就試Angry Gas 呢個。係啦。31.4度，同頭先嗰個蛋夾嗰個溫度差唔多。係啦。OK， 而家係3G 啦。好。有少少係啦，開始有啲下跌嘅情況出現。咧就係恐龍氣，恐龍氣，睇個溫度先。好，32度。32啦。恐龍氣啊，0.3G。呢隻相對都唔會有向下嘅，都平均咯，係咯。咁啊，係咯。係咁吉嘅蛋夾冇氣嘅，咁就磅一磅個重量。係啦，同頭先一樣啦，同一隻蛋夾嚟嘅263 gram， 係咪 gram 啊？係啊。係。好，跟住就極氣。呢啲極氣。咁入到滿嘅，咁7個 gram， 7個 gram 到8個 gram， 7個 gram， 7個 gram， 7個 gram。好，溫度咧？溫度就31.6度，係啦，咁入蛋。好，極氣嘅呢隻鴿。極氣係啦，咁都係0.3 gram BB 嘅。係啦，0.3 gram BB。咁23粒 BB 蛋。好，開槍。打法咁最低應該係呢個讀數0.96，咁都係即係1租左右去到0.96，都穩定嘅。好，好咁而家做測試咧就係、成日都行上都有人唔想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入一次氣可以打到幾多粒 BB 蛋？咁我哋而家就做呢個測試。咁首先就入蛋先啦。2、4、6、8、10、12、14、16、18、20、22粒啦，跟住俾多粒佢。OK。22粒。好，咁入氣。我哋試第一支 RWA 嘅。好，入好入滿。好，試槍。我哋會開大戰。chamber 裏面冇子彈嘅，彈夾未入啦，咁而家彈夾 OK， 好。好，23粒，第一夾啊！做咁大住先。好，23粒，好。第二夾開始有啲立啦嘛。未有呢個感覺，但係摸上手咧，夾開始凍嘅。嗯。打兩隻。今日天氣都 OK 熱嘅，24.3度。頭先真係31點幾度咁樣，而家就24.3度。應該捉到7度噶啦。好，咁第三個蛋夾。
到最尾嗰幾槍明顯有少少即係個後座力明顯有少少個感覺係衰減咗、弱咗少少。第三個彈夾剛剛係老人家無記成正。第四個都係啦，23粒嘅，2、4、6、8、10、12、14、16、18、20、22咧，23。23.9度。2、4、6、8、9粒，剩低9粒。第四個彈夾。第四即係3夾幾啦。係咁蛙佬最後一啖，完。23粒，2、4、6、8、10、12、14、16、18、20、22、23。23。OK。好，第一格。第一粒。OK。第二個彈夾。打2嚿之後個溫度，都係25.6、25.7度。第3夾完。好，第幾夾啊？第4夾啦而家。第4個彈夾。15又係差唔多。已經唔夠力，推返上前，咁就好。2、4、6、8粒，夾埋槍，係㗎。意外地推入去8粒。8粒。好，23支。入門。好，咁啊，壓個拉屎一粒落去。係啦，2、4、6、8、10、12、14、16、18、20、22、23粒。好，第一夾。好，第一夾。第二個夾。拉屎一粒，23粒。第3夾。係第3個彈夾。好，第3個彈夾。好，拉屎23。凍啊！彈夾好凍，20.1度。20.1度。
個降溫好似呢只係降溫好似大啲啊。係，會唔會冇斯力狂嘅關係咧？呢個真係唔清楚。個感覺有啲跌。交速即係個出足個讀數係幾多？好0.3 gram BB 啦。好，見到。好0.86。哇 ，drop 咗喎。跌咗，係啦，跌咗。哦，第8粒。嗯，少啲喎。係啊。恐龍係今季冇有打剩咁多，呢個係第幾單㗎？極氣 Top Gas 12 kg 啊，咁就冇氣嘅 ，OK。有飲，好。好，第23粒。OK， 出下槍頭先，就冇子彈嘅，咁就隻鴿極氣12公斤，第一鴿。第一間完成。啊，即係個手感特別爆嘅意思係，即係我個感覺啊。好23。第二夾。好，第二夾完成。OK， 第三個攬筆，係啊，第三個第三夾。我都打到有啲麻木。乜啊？度一度嗰個溫度先。23.5度。OK， 23.5度。第三夾啫喎。已經上唔到彈啦。係啦。係啦，已經係上唔到㗎。誒，但係都打晒嘅，都打晒。啱啱好啦。第三夾。咁仲有氣嘅個彈夾，咁啊試一試，究竟係唔係已經推唔喐個即係？哦。好。第三下冇啦。哦，冇啦，真係冇啦。咁仲有冇氣咧？冇氣啦，冇氣啦，打晒。打4粒喎。即係剩低2、4、6、8、10、12、14、16、18、20，係啦，打3粒啫。打3粒。好。